第6章。這事以後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亞海，有許多人，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，就跟隨他。耶穌上了山，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。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，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，就對腓力說：我們從哪裏買餅叫這些人吃呢？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。腓力回答說：就是20兩銀子的餅，叫他們各人吃一點，也是不夠的。有一個門徒，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對耶穌說：在這裏有一個孩童，帶着5個大麥餅、2條魚，只是分給這許多人，還算什麼呢？耶穌說：你們叫眾人坐下。原來那地方的草多，眾人就坐下，數目約有5000。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分給那坐着的人，分魚也是這樣，都隨着他們所要的。他們吃飽了。耶穌對門徒說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們便將那5個大麥餅的零碎，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來，裝滿了12個籃子。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，就說：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。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王，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門徒下海邊去，上了船，要過海往迦百農去。天已經黑了，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，忽然狂風大作，海就翻騰起來。門徒搖橹約行了10里多路，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，漸漸近了船，他們就害怕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是我，不要怕。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，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。第2日，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，只有一隻小船，又知道耶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，乃是門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利亞來，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吃的地方。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，就上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。既在海那邊找着了，就對他說：拉比，是幾時到這裏來的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你們找我，並不是因見了神蹟，乃是因吃餅得飽。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，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，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。眾人問他說：我們當行什麼，才算作神的工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信神所差來的，這就是作神的工。他們又說：你行什麼神蹟，叫我們看見就信你？你到底作什麼事呢？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，如經上寫着說：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。耶穌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那從天上來的糧，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，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。因為神的糧，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。他們說：主啊，常將這糧賜給我們。
耶穌說：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，信我的永遠不渴。只是我對你們說過，你們已經看見我，還是不信。凡父所賜給我的人，必到我這裏來，到我這裏來的，我總不丟棄他。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。差我來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賜給我的，叫我一個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卻叫他復活。因為我父的意思，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並且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復活。